大家好，多謝收睇米其倫馬呢個4月27號啊，咁啊跑呢個沙田草地 A 跑道啊，全闊嘅跑道啊，咁啊大家留意翻呢，即係啲後上馬啦，咁啊實力馬，咁啊留意翻，咁啊嗰隻嘉應高升啊，主席短途獎啊，睇下會唔會今場再贏啊咁啊講到咁犀利，咁啊留意下啦，嗱今次搞兩場就第3場同第9場咁啊，講翻第3場第9場之前呢，上個禮拜三就頭關做唔到啦，尾關就魔法速遞呢，就結果呢，就阿巴度騎唔掂喎，可能真係要轉翻湯姆森啦，咁結果呢，後邊嗰啲跑晒出嚟啊，激到死，咁啊即係始終唔中啦。嗱，今次揀兩場，第3場同第9場啊，第3場就9號做膽，多1、5、6同埋12啊，4班嘅1400米啊，揀翻隻潘頓嘅標之星河咁啊，應該星期日啊，潘頓都數戶㗎，咁啊希望呢隻都係佢數戶之一啦。咁啊標之星河咁啊，其實佢呢隻馬其實3歲㗎咋，但係我睇呢隻馬咧都幾早熟㗎，同埋今個跑5場裏邊咧都表現都好穩定㗎，咁啊有2場嘅沙田1200啦。2場嘅1400啦，嗱今場係1400啦，嗱記住咧你要睇翻2場1月19號359嘅場次咧，梁家俊騎㗎，咁啊125磅守住第13位後邊衝出嚟跑係4㗎，咁啊1分21秒9，末段23秒2，嗱呢場其實跑得好奪目咁啦，留到最後去到400就失咗平衡。咁啊3月2 470嘅場次再出又係梁家俊咧126磅，抽過5檔守住第8、9位咧，就後上衝上跑第5啦。咁啊結果就1分22秒3，末段22秒8，嗱都差唔多咁嘅時間啦。去賽後咧都係內閃啊，咁啊結果就要收翻正之下咧就停就冇策騎咧，都跑咗呢個時間，即係證明隻馬就未成熟，但係隻馬都好肯跑啊。咁啊結果到3月26、5月540嘅場次咧。轉咗蔡明紹跑呢個泥地1200米啦，咁啊即係睇佢1400爭啲到，跟住縮翻嚟1200咧，個結居然咧守住第9位派2，1分08秒5，末段22秒6，全程咧即係衝上嚟個勢咧非常之強，輸咗咧扶搖勁細勁啦，咁啊呢隻應該不知名嘅有分喺手啊，但係1分08秒5嚟講咧22秒6咧，其實呢隻馬咧。贏唔到，咁啊俾隻再強啲嘅馬即係呢場馬水準好高啊！嗱，今次咧終於就跑翻1400啦，揾翻阿潘頓，咁啊磅數其實同阿梁家俊嗰啲一樣125㗎咋，抽個8檔唔係咁大差。咁睇翻操練咧，潘頓仲要同隻金鑽貴人咧試咗貨咧52秒2，末段交22秒剩啊！可能呢場真係想交代啦咁啊擺咗潘頓，咁啊要啦，唔使諗下做膽啊！咁啊另外一隻就。綠野飛馳啦，上場跑得非常之奪目㗎即係喺3月23、5、24嘅場次咧，守住第5位派1咧，1分21秒2，末段就22秒6啊！當時係莫亞騎咁啊抽住3檔啦，慳晒位，但係呢個時間非常之好恐怖啊！1分21秒2，咁啊唔知當時嘅場地定點啦，咁啊但係跑到呢個時間唔簡單啦，今次咧就加咗8磅啦，咁啊抽到11檔，轉咗麥道朗咁啊。個磅數會擲到佢咧，嗱3歲呢啲馬唔知㗎上場跑得咁犀利咧，咁啊睇翻佢即係之前贏嗰陣時嗰啲次集咧，全部都係好犀利嘅前速㗎嗱，今次嘅11檔同埋個磅會擲到佢咧，唔敢講，但係上場嗰個時間同埋個舞隊時間咧係幾嚇人嘅，咁所以呢啲馬一定要拖翻熱緊㗎啦，呢隻要緊，咁啊另外一隻就5號呢隻人人有餘啊！咁啊，人人有餘就今場咧，居然布文冇得騎就轉咗莫雷拉，咁轉咗莫雷拉更加好啦！咁啊，大家睇到布文即係咁所謂嘅1級騎師都即係可以即係贏到嘅馬都冇得跑，咁方一炮揾阿莫雷拉咧，可能都係揾佢呢場嚟搏㗎。咁究竟你大家點諗啦？5同9，咁啊莫雷拉嗱，記住咧呢隻馬其實都係4歲㗎咋，跑嗰5場咧有3場1200咧後上追唔到，但係1月26、3月15即係381同510嘅場次裏邊咧，4班1400都係布文騎116磅。
守住第10位跑第3啦，即係381嘅場次。咁啊510咧就又係差唔多守住第10位末段又湧上嚟跑第1嘅贏咗啊！都係當時就510嘅場次好黏地啦，咁啊唔知佢到時到嗰日係點啦，因為今日都有啲落雨，咁啊到時早2日就唔知㗎。咁啊，但係如果睇翻冇落雨嘅381嘅場次，佢都1分22秒5啦。咁當時慢步速都追到一段咧，就係呢隻馬咧點都唔差㗎啦，仲喺4班跑咧，一定要翻佢啦。轉咗莫雷拉嚇。咁另外一隻就花果猴王咁啊，我覺得呢隻有少少冷門機會，咁啊拖翻佢啦。嗱，今次係初跑呢個千四㗎，咁啊呢隻馬就其實如果計班咧，佢呢隻馬即係喺3班跑開，即係上嗰2場先落4班嘅啫。咁啊上季尾咧，即係7月14號，即係跑沙田嘅千二咧，就上季尾啊829嘅場次咧，就守於第10，即係累到最後13、14位咧。末段湧過嚟跑去2㗎嚇，1分09秒，末段22秒3㗎，草地呢個跑得非常之好，111磅當時3班。咁啊，今季嘅賽事一出咧，就跑咗3場嘅泥地，1場嘅法國曲千二咧，分別都係又出閘唔到啦，望空唔到啦，咁啊擺咗前同埋又留後就出閘一般咁，即係好多。即係唔知佢係減分定點啦，咁啊去到3月26號540嘅場減分啦，咁終於咧就減落4班之後咧就揾到鍾耀禮就孭住132磅，守住8位跑第4咧，後進又追勢㗎，1分09秒2，末段23秒1，上場4月13號540嘅場次咧，再跑翻鍾耀禮由轉沙田啊，咁啊守住第9位跑第5，咁啊1分09秒末段22秒7啊，咁啊。呢上場即係540場，終於跑翻沙田咧，一樣有走勢啊！如果上季尾嗰場嘅沙田千二咧咁強嘅走勢咧，今季嘅賽事咧，佢降到班先落班嚟跑呢個千二咧，但係追唔切啦。咁賽就佢入閘困難啊，會唔會即係發脾氣之下咧，就隻馬就個情緒爭少少跑唔到啦。嗱，今場咧。告東尼咧揾阿巴道啦，嗱巴道之前嗰幾個泥地啊，同埋法國嘅千二咧都摸咗3課，擺個前留個後，其實都應該有啲對隻馬都有啲認知㗎嚇。咁我反而覺得佢沙田好啊！嗱，今次真係即係上場沙田有入閘困難之後情緒問題啦，咁啊加多200米擺阿巴道咁啊，嗱個13檔啊真係冇唔使怕嘅，因為 A 跑道嚟講咁闊嘅場咧，應該有時間追㗎啦。今次初跑冇人知嘅呢隻馬，隨時可以黑馬可以掃殺都唔定㗎嘛。捉住佢花果行，咁啊另外一隻就金晉星啦，咁啊呢隻就係希威森奇。咁啊其實呢隻馬咧，我又覺得佢咧成日就好似即係有質素，但係隻馬咧仲好似搞緊韋達，即係好似仲摸緊佢啦，定係點樣啦？嗱，佢今季咧都跑咗幾多2、4、6、7場㗎，咁啊又跑快谷1650啊、千二啊，同埋沙田千四、1600，咁有2場嘅千四咧1月26、381嘅場次收住第14位，衝上跑第6㗎，當然抽大外檔14位啦。咁田他安琪跑到第6嘅1分22秒9，末段22秒7，咁2月9號408場次就轉咗潘明輝咧，抽過4檔咧，咁走住第10位，衝上嚟個勢咧跑到第6，好似麻麻地1分22秒8，末段22秒5㗎。當時2場都係慢步速，會個慢步速影響到佢咧。但係跟住跑完呢場賽咧減咗分，減9分就落嚟5班跑局千二啦，即係554嘅場次啦。咁奧爾文守住第12衝上跑1㗎，咁即係落5班咧超晒班，根本呢隻馬4班都可以近落5班，點都超。嗱，今次上翻嚟4班啦，咁叫做119抽翻1檔。嗱，如果佢今季1月26即係381同埋408嘅場次咧，嗰2場嘅千四，一場嘅抽外檔啦，另外一場咧就後上衝上跑第6咧，2場慢步速，一場即係有外檔，但係都追到㗎。咁即係隻馬都好肯追嘅話咧，咁抽個1檔擺希威森，咁練馬師又摸住佢成4、5課咧，睇嚟呢隻馬有機會喺度偷襲都唔定㗎嚇。所以咧就第3場我就要隻潘頓攞嚟騎嘅9號拖1562俾大家參考啊。跟住去到呢個第9場。第9場我就10號做膽啦，拖16933班嘅1600米，
咁啊，簡直嚇阿莫雷拉隻共享富裕啦。咁其實呢隻共享富裕咧，就我覺得就非常之犀利嘅後勁馬咁啊，但係咧，居然咧今季跑咗6場咧都整係2個第一，一個第二。咁當然啦，其他嗰啲跑係4、6嗰啲咧，都係後上一段咧就追唔切，但係咧全部都強組啦，遙遙領先嚇，即係跑打比嘅馬啦。咁啊又加州定和平波嗰啲都係好高嘅馬。咁啊，你睇翻佢今季嗰4班啦，今場3班啦，即係喺19個場次同埋98場次咧，分別2場部門跑第後上跑係1㗎。咁啊1分33秒7，末段22秒2，1分34秒2，末段23秒1嚟講咧，孭住130幾127磅嘅咁嘅跑法後上跑到咁嘅時間咧，呢啲馬其實基本上應該好快上2班啦，好似而家仲喺3班咁啊！嗱，記住啦，跑完呢2場之後又跑2000啊、1800啊，咁啊後上追一段嘅啫。咁即係話呢隻馬咧係嗰個爆炸力咧，即係一段。咁當然啦，我咁係嘥咗前邊一啲即係。跑2000同1800咧，都係嘥咗啲力之後，後邊先爆咧，可能爭少少。嗱，今次縮翻完1600咧，應該咧係啱佢跑啦，擺翻啦莫雷拉咁啊，我覺得即係既然方家擺得莫雷拉咧，莫雷拉應該呢場咧都可以作贏得㗎啦，我就腰下做膽。咁啊，另外一隻飛輪布啦，咁啊轉咗潘頓啦，咁根本呢隻馬即係其實佢呢隻馬就喺2班降落嚟，咁啊即係。今季都仲喺3班贏完2場就升上2班之後，全部冇表現啦。咁啊，但係上場咧4月6號571嘅場次咧，降落3班啊，咁啊愛爾文啦，咁抽個12檔末段咧，即係一出閘守住第1，咁啊叫做最撚尾先捱翻嚟跑到第4，但係時間1分34秒，末段23秒9啊，當時抽12檔，跟住轉潘頓就抽個5檔啦，上場睇到佢咧就嘥咗啲力先放到頭啦，今場抽5檔咧，咁啊〜有機會咧，頭嗰段唔使好嘥力之下咧，一定係放咗喺前。咁啊，會唔會呢場馬慢步速咧？嗱，我睇翻咧，呢場馬快馬咧，可能2啊、8啊、3都有機會啦。咁如果佢仲有隻記住開心月咧喺呢度咧，應該咧有機會咧同隻飛輪布啦鬥搶啊！希望咧隻開心月咧帶快咗啲步速咧，咁嗰隻共享富裕都係 easy win 㗎啦，咁啊〜飛輪布都要啦，因為始終佢有少少斑啊。潘頓應該都係守住開心5月後邊做遮擋啊，睇到勢啊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就99為尊啦，咁就呢個1600咧又非常之準㗎。咁啊1亞就5個季軍輸咗4場，其實咧仲喺1600未贏過㗎。咁啊，但係嗰個非常之準㗎。咁啊，平均呢隻馬可以跑到1分34秒5啊。末段都試過咧，衝過嚟22秒2嘅，咁啊其實上場嚟講咧，你睇到輸俾隻首飾天空咧嚟講咧，咁其實佢當然啦，喺內點慳咗位，末段就追咗好多啊，咁今場就抽過1檔，咁啊應該佢都係留住㗎啦，咁啊既然有幾隻馬快馬咧，咁好快咧佢有1檔啦，希望佢唔好留得太後啦，咁啊上場因為慳咗位咧，今次如果留住可以6、7位咧。可能呢隻馬咧又唔同咁跑啊！嗱，佢呢隻馬咁準咧，其實死點都要立住佢㗎，年年3唔到4紅彩都要住佢啦嚇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就9號啊，9號呢隻情王嗱，呢隻情王咧其實就長期都係伏住喺即係呢啲咁嘅1600米咧就睇下機會嘅啫。咁其實咧呢隻馬我覺得今場係有啲機啊。咁啊，其實今季咧都跑咗2、4、6、8場咧，都居然得一個第4啊！咁啊，3年1600跑咗5場咧，就一個第6，即係有就其他咧跑第7啊，都係輸幾個馬位，即係幾個馬位咁。但係你睇翻喺11月9、175個場次咧，希威森騎過133磅啊，首月第8位派6㗎當時，咁啊時間。總時間1分34秒1，末段23秒4嚟㗎，其實唔慢咁啊。跟住就睇到隻馬咧，就好多時又要報告啊，表現啊，查詢嘅表現啊，又找1800啊，咁啊去到上嗰2場咧，隻馬又走勢㗎。3月15號轉先4咧，後上首月第9派4，衝上嚟個勢咧已經覺得狀態到，但係上場4月6號571嘅場次，希威森居然呢隻馬咧。守住第2位又擺咗喺前啊！呢啲馬一路咧都係守住中後嘅場次衝上嚟，擺喺前邊佢嗰跑係7翻嚟咁啊！好明顯就上場嗰個跑法係
好令人懷疑啊，因為會唔會係驚隻手色天空咁試一試個長力啦？但係跑1分35秒正嚟講咧，擺前咧佢又唔係輸好多啦。今次咧就再跑翻同程161600咧，我相信佢都係留後啊。如果我睇翻11月9 175嘅場次，孭住133磅衝上嚟跑喺路1分34秒1嚟講咧，今次125減到8磅跑咧，我覺得隻情況咧有機會咧同喺呢度偷襲都唔定啊！睇下撐唔撐到一隻啦，隻9號要做要佢。咁另外一隻就龍城精將上場佢又爆冷42倍啦，韋達記得有朋友話唔好追呢個韋達保尾咁，但係就睇翻佢上嗰個走勢咧，係真係蝕晒位咧，咁樣嚟衝咧，隻馬仲係好勁嘅。7號12檔咁都係留後㗎啦。既然我都要共享富裕99為尊情況都係後上，呢隻後上馬冇理由唔要啊真係我覺得呢隻咁嘅龍城精將咧，即係4歲嚟講一路進步如果你睇翻今季其實喺2月9號417嘅場次，佢初速都後上跑去4啦，跟住再跑路就居住喺好後之後輸咗，但係上場又係有翻個走勢，咁即係話呢隻馬未必係即係谷一谷咁就冇啊！記住佢今季初出1000都衝咗一段上場嗰個1600米咧，衝上嚟個勢同即係首飾點即係雖然輸2個馬位，就追上嚟個勢係非常之奪目㗎拖埋呢隻啦所以咧就今場第9場我要隻9號共享富裕轉無雷啦，好有信心拖1693今日俾呢兩場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啦，啱心水俾個 like，唔啱心水由佢，拜拜，祝大家贏多啲。